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，常常有这学生囡仔呢抢惯会当食的物件，这高山仔就随来共抢。学校为着要避免这学生甲教的冲突，试办半年的高山仔抢食补习金，总共有17个人来申请。学校即马也正在研究讲，敢要继续办落去。中山大学学生是为超商行出来，随甲放藏伫衫内面，就惊讲会有高山仔来抢。这是学校统计高山仔上高抢物件的所在。除了校园内面的超商，第2名就是停车场。学校为半当前开始试办高山仔抢食补偿金的政策，到今有17位已经抢到，领到上悬有100块补偿金。学校表示讲，自2月试办到今，逐个月平均有3件。尽量放伫就是面头前，卖害来害去，就是安尼。这个有点像消极的补助，放一个积极的方式去防止这类事情发生，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样蛮治标不治本的。虽望学生认为这项补偿金的政策袂歹，会当宣导莫因为甲高山仔抢物件来受伤，毋过也是希望学校会当有其他，亲像加强巡逻等等的政策。有民团表示讲，人甲教的冲突上好的解决方式，就是爱甲教保持距离，物件爱收好。校咧卖饭的所在、餐厅，啊，阁有便利商店附近，其实教拢会伫遐等。所以爱避免即款代志，也是先家己的物件收好，啊，宣导好，毋是讲我今仔就摕钱甲你补偿安尼尔。学校表示讲，目前学校的校警队有成立高山仔巡守队，平常时也嘛会巡校园。这项补偿金的政策，未来敢要继续办落，学校搁在研究当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